我是吴志凯，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报道高仔町。本港伫清朝是台湾排名前3名的大都市，当时封号做小台湾。到底迄当时有偌热烈？当地有流传一句话：要借1000银，免行过3口灶。就是因为安尼欢迎，加上朝天宫妈祖庙的香火旺盛，以及电线上有钱人的赞助。连大号本港的夜店相当发达。这一天是在地百年地主团金雅兴奉祀神明、集会安坐的日子。依照惯例，在地文馆、武馆拢来斗热烈。啊，即摆迄阵啊咧搬戏哦，我同趣味，同爱看的就是倒动机舞出的。我迄阵啊做囡仔当遮看哦，看戏哦结束我咧也唔知影。过时阮老爸已经是迄个遮一厅咧等咯。哦，啊伊咧看甲掠戏片帮甲倒啊，你有参斗争戏人无？一寡百年的夜店，除了迎神庙会来表演娱乐以外，伫早期的台湾人生活中，又有甚物款的角色？又阁是如何伫本港这个清朝第2代热闹城市，发展出家己的特色？今仔日，咱就来听一寡本馆甲武馆的故事。以早有咧讲吼，要借1000两银，免行过3口灶。啊，嘛有人咧讲吼，要借1000块，免行过3坎店啊。啊，这个俗语是咧讲啥物？是咧讲吼，以前本港这个所在吼，有一个叫做三空龙这个所在呢，哦，好野人真济。啊，想要借这个1000两银啊，或者是1000块吼，啊，是简单哦，敢若像桌顶咧年金这么简单啦吼。啊，本港呢，伫清朝的时阵号做小台湾，其实嘛有迄个历史咧记载讲吼，一户二本。啊，这个本港到底是啥物地界啊？本港敢是即卖的北港？啊，今仔日的主题吼，要来讲北港的百年夜店。啊，本港甲好野人有钱，啊，甲这个夜店，佫有啥物款的关系？夜店伫北港这个所在吼，啊，佫有发展出啥物款的特色咧？所以咱今仔日呢，要来讲一寡精彩的故事。咱邀请到2位在地夜店的2位吼，文化资产的保存者，一位是苏仁义老师，另外一位是吴定兴老师。咱来先欢迎2位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苏仁义。你的文化资产的部分是伫迄个表演艺术是迄个叫情吹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定兴。吴老师你是灵凤西店，对。啊，2位拢是在地北港的主题吼。係。咱有当时去进香吼，拢讲啊，北港这个所在以早吼号名叫做本港，但是咱拢分袂清楚外地人啊较含慢。本港哦，其实伫咧南段甲北段之间，南北的礼坛吼。古早吼，若是客死异乡的，袂当伫咧迄个本港内底做迄个法会，一定要伫咧南段甲北段，甚至是南段较早佫有北港客的资料会当伫遐，会当互你甲尸体运倒去大陆底安葬。是。啊，所以变做讲南北的段以内拢是本港。啊，而且古早吼，佫有一寡进香的文献，吴凤林家的文献内底佫有特别写吼，讲伊要去本港进香，造成人文面向台视。但是迄个辅导台爱研究爱调查嘛，伊就讲吼，北港有一个灵树啦吼，北对噶玛兰，吼南甲凤山拢爱来遮进香，所以北港就是本港，北港朝天宫就是本港天后宫。是咱看到迄个历史的记载吼，讲伫个早期的时阵，其实咱即马所迄个婚姻观的人口啦吼，
差不多占大部分拢是住伫本港这个地界。因为婚礼要设关啊，伫咧讲数12年要设关啊。啊，设关的时阵也来调查讲到底有我这关内底有偌济人嘛？是，啊，伊就开始调查吼，北港吼有4万多人，4万多人。啊，规婚姻关吼5万多人尔。甚至较早农产品哦，一开出来，北港介绍就是全台湾的介绍。是吼，土豆油。哦，土豆油，大家拢爱用到的。嘿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迄阵也是全岛第2啊，日本时代啊，啊第1是澎湖。咱拄则伫即个 VCR 里面嘛，有看到讲即个金雅宴哦，金雅宴迄个入伙安坐的仪式啦，内底有一个物件真特殊，就是即个物件真特殊。那做戏人就看到这就讲啊，这就是红纸。一般讲个千秋牌啦，千秋牌对啦，红纸。啊，这伫咱北港啦，这。伊即张当初是要做报条用的啦，一个类似报条迄个形式。报条的意思是啥？报条就是伊报告讲啊，比如讲咱钓路主啦，吼，伊就一张报喜的迄个单，像较早人钓状元，钓状元，伊中状元，伊无可能讲你中状元，我哪要信？一定是官府还是官方有一张文书爱写吼，直报吼，什么年啊，什么人钓状元安尼种种安啊，这是自北港报条的形式来伊写一张，所以讲你讲要入伙安坐吼，要伫迄个。落鼓车头前互人看，伊毋知影你这日头来顶头来到底是要创啥物作用的吼，所以伊会写入伙安坐安尼。伫个朝天宫内底迎西晋王爷吼，迄个时阵啊，苏老师你有伫咧分鼓吹？鼓吹吼，就是自较早咱伫迄个封建时代吼，迄个君主帝王时代的时阵，伊是一个皇帝吼要出巡，还是讲大官吼要来时阵，一个通知的一个迄个乐器。所以伊声会较大声，啊，远你就有听到。咱讲神明，咱嘛是甲当做是帝王共款安尼来念。所以这鼓吹吼，伊就是咧念这神明，甲这神明当做是大官啊，当做是皇帝吼，这个身份来甲使用安尼。演变到尾啊来，伊有无共款的变化。桥前所以一定是伫桥前嘛。是。啊，毋过尾啊，咱有一寡顶头的民俗吼，伊有吹带桥，吹带将。是。像咱迄个青山宫吼，往个青山宫咧迎青山王的时阵，伊北管带神将，带迄大爷梨啊。啊，伊就无一定爱踮大爷梨啊头前哦。是。因大爷梨啊，伊会后袂走嘛。安尼较会心性嘛吼。伊走起啊，就一定有当时伫伊边啊，有当时伫伊头前，有当时伫后壁。啊，吹日本啊，伊就踮遐，因会出头，因会扛起，因会任务去做安尼。毋过桥前吹就一定是伫桥前。哦。伊就无法度通踮桥啊，踮桥后，你就桥咯，你火车架较咧分边啊，人就算讲较无迄个意思安尼啦。啊，这个夜店吼，嘛毋是敢若出去佚佗的，出去点风神的，其实吼，伊是一个真重要的民俗活动之间的一个无法度去欠缺的一个活动啦。伫咱台湾真侪所在，可比讲你这管，你这班，你这个演社吼，你是北管的，你真罕咧去捌到南管啊咧。但是敢若伫北港这个所在较特殊吼，我听讲哦，就是讲北港内底演社吼。咧曲馆啦吼，有当时南北交加拢有。北港这个所在吼，因为伊较早宗教活动足多嘛，所以伊的戏甲顶头嘛足多，所以不管是南管啦、高架啦、南坛啦、外港啊啦，吼，这种种啊种伊咧拢有，所以伫这个所在的人，伊大概都拢接触会到。是，所以咱迄边咧分。就较无分啊，遐尼清。像讲哦，咱迄个北管吼，伫台北有西皮嘛，是，吼有迄个叫做新路、古路安尼嘛，对无吼啊，伫北港，阮前啊，迄两种拢有啊，伊就较无分啊，遐尼清楚。相对咱迄边的南北管，咧分嘛无分啊，遮清楚。所以伊到尾啊，吼，伊就有变化出一种无共款的各种出来。现场我有看到这个狮头，吼，这个狮头敢若真有历史对无？这日本时代。啊，毋真重片一块一块落去念的。啊，毋真重诶。嘿，足重啊，足重。啊，一般诶狮头咧做诶时阵，伊诶原料是啥物？即马通常正常是纸啦，纸狮头。古早就是纸狮头。哦。过来吼，阮嘛捌看到迄个清代有用茶狮头。用茶诶。啊，嘛捌看过迄个阿鲁米诶狮头。啊，嘛捌看过，即马拢用迄个塑胶玻璃纤维做诶狮头。但是即个铜诶狮头伫台湾吼，应该是足少。哦。足少看到用铜诶狮头，因为古早吼。要出现金，无遐尼简单，是只有2个方法，一个是安金，是啊，另外一个呢，就规只用铜落去做，啊，我推就变金狮，推就变金狮啊，嘿，所以伊为着要爱一个金狮，大费周章来去做这粒，迄个规粒拢用铜做起来狮头。装起来那是嘛是有超过1架子的时间啊。哦，应该90吨以上。90吨啊，吼，要8年啊。而且吼，咱迄个国家的迄个影音资料库内底有翕到这狮头。哦，是哦。
哦啊，你无想讲话甲死啊个一个，因为看起我拢袂金啊呢。就是袂当遐修理。袂当修理吼，啊保存伊的原貌对对。但是其实伊的形体拢是还佫游玩佫完整。其实我们要用电脑对过吼，其实也足准的咧。是哦。伊的正倒边吼，两边的配拍拢我无走的。这支呢，若是吼。像我即个毋捌会人吼，我做戏人，我就想讲啊，即支就是迄个做素米啦，阮做迄个举一支网丝啊吼，啊伫咧天顶啊咧走粉顶啊咧迄个意思，即支啊像素米，但是我想今仔日你会炸即支来，绝对毋是素米，这是植物啊，所以古早咧做的狮头的喙鬚，毋是用硼砂，哦，毋是，嘿，这是拿刀丝。哦，拿刀丝，其实阮台顶的素米有当时也是用买迄个买粒。我捌看过做喙鬚的吼，大部分拢植物，啊无就是用即个你讲的买吧，捌看过，啊佮有用人的头毛。人的头毛啊。啊，即支吼一般人绑就是人的时阵会绑安尼，啊伊才有一个空吼，会当插一支迄个细插榫。哦。啊你若饼管的时阵吼。哦哟。我内底佫有武器啊！这厉害啊！这想到爱这啊，变罐这种变罐的时吼，就是爱用这道具咧保护家己，啊嘛咧共试功夫。哦，对，因为你较早要来我的地头进香，要来我的地头要做一寡迄个表演武术的动作，你嘛要经过阮试练啊，所以伊才会讲吼。伊嘛爱保护家己，伫咧迄个西尾内底迄个藏即个刀，吼，向会看袂出来，甲当做是西尾。啊，而且伊这嘛是竹仔做的，是啊，所以你毋知这啥物物件，啊，抽出来就是刀。所以讲你来学一寡拍拳头这物件，拢爱学啊。啊，你西阵甲拳头师伊这都有关联啊吼。伊人西的时吼，其实就是主要是伊的生活，你的武术的生活咧展现咧展现啦吼。你包括你的心咧洗吼，伊西头咧洗才会当做咧。啊！你咧盘手，你咧架势咧盘手吼，其实就是武术的动作啊。是，只是伊换做狮头咧做。换做是狮头迄个做法。对。某一个程度，伫咧清朝甲日本时代，拢是用这个人狮咧暗砍讲，阮咧练武。北港咧人狮吼，啊，咱这边的武馆师傅去试功夫，迄咱是捌看过。是。但仔咧请棍的时阵，但仔伊就来试咯啊，啊了。北港的台狮啊，是，伊咱较早的狮头，伊这是重的当然抬袂坏。啊，讲抓鼓样的吼，迄拳头师傅手要来有破咧，迄狮头就破。恁这南北馆的这些啦？哦，我出头济咧咯，因北馆来同好拼的就是摆子嘛。看你摆子济啊少嘛，你分一间我分一间嘛。哦。啊无反的啊，你分这两三我分4、5人，再来分去7、8、9，啊，再来一直分。啊，看啥物人分到无克啊，迄就是输啊。哎，就是先输啊。啊，再来职业就是拼官位嘛。哎。咱讲的调性嘛，像世界的调哆来咪发嗦，吼，我啥物调嘛。哎。哦，C 调、D 调，咱讲公馆、正馆的，你凭的这个谱。哦，你分正馆的，啊，你分公馆的，安尼大家来试功夫安尼。是。我出头做多咧哦。报道高阿丁，内容足丰富，有地理，有历史，嘛有人文甲故事。咱若是知愈多，捌愈深，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。北京话的汪精卫主题曲，你的阿公、你的阿祖有可能拢会晓唱。真是咧，你八代新一转来，是伊的兄哥叫伊讲，你绝对会背228。啊，想看一个江西内底有这样侪内容啊，还是要甲咱讲啥物？伊个倒饼写起来，安平、保洁、清书班，就这翻清啦。安平就是定成宫的故乡啦，苏龙将军。伊成立的妈祖庙，我用这套，伊用100首，还有这官拜妈祖庙的。咱去庙的时候会看到土地公，啊，但是无土地婆，啊，这是什么款的景象？因为土地公较自卑嘛，所以善家人会来求嘛，啊，是毋是土地公你来输我钱啊？吼，对，土地婆讲袂使，啊，大家拢好个，大家都无要做事啊，袂使，所以这是爱替咱土地婆名利的啦。所以你看，一般庙的基本是拢以土地公为主。人就甲我讲啊，朝天宫哦，其实就有分迄个庙前庙后，吼，啊个有分南北安尼。啊，我就想着讲吼，咱这个古厝，我嘛有听讲咧分古厝，恁这个内行人吼，嘛有伫北港这个所在古厝嘛有分南甲北吼。介早进前吼，伊个庙拢有规定讲，你要来请妈祖，吼，啊一定要有一间古厝，是，
啊，无你点点请去，咱咪偷请讲，爱一个仪式安尼啦，较隆重。较早人较歹趁食嘛，就无像即摆遮侪店头啊，当北管啦吼啊，什么人灵西店，遮侪无种的嘛，啊，就一定是一个通宵的组织，就是一古厝店。是。啊，所以因为业务足多，所以北港庙口就足侪咧分古厝卫生的啦。啊，早第一岁剃头分古厝咧，无啥人要学，不过伊为着要生活，伊就嘛是爱来做这项工课。是。啊，人多吼，伊就分做两派。分做两派，以庙为单位吼，庙咱咧南北向的嘛。是。哦，啊，庙南吼，伊一个老师，哦，东海高地因教的，啊，阮阿公因遐，因迄就一个组织，因叫做南派。是。啊，阮先生因这边吼，王仁和馆、王川弟因这边，因住伫庙后，就变做北派。是。啊，两边拢势力拢足庞大，哦，两团咱足大团。啊，因为这两团吼，伊即摆咧互相咧迎神的时阵吼，伊即摆就听哦，你分一块下山后过来，我这边听唔捌听过，我就叫先生写一块互我念。啊，我这边学了换，讲我分互恁听。是。啊，两边就安尼竞争，所以北港迄迎神的铺就足多。这幅图呢，伊内底吼有我注意到一个物件，吼，这当年才有一个，这是人狮，这咱这就是西镇的人狮吼。啊，这个部分，这个物件我唔捌看过呢，即马感觉有这个物件有出。这大良旗。大良旗。即马伫咧迄个台南的文资中心咧修理。哦，但是即马修理7档，7档还未修理好。修理一支尔。一支哦，即马拢无出现啊吼。即马咧，这活动的时阵，这拢无出现。啊，这个物件，这个作用是啥？这就是互相并管产生的效果。是安怎安尼讲？唔是敢若并技术啦，开始并鸡丝头啊，并我的这个财力啊，并我的装备啊。哦，我会记吼，因当初这较早老大人讲咯，做这两支机啊，开一间3楼的钱啦。是。啊，阮会想讲吼，较早人较爱操蛋，是毋是会讲这无的对无？结果阮去找到昭和12年的火灾的保险表。迄个保险表当初保险金是2000块。所以做这个大量机吼，可能开超过2000块，伊是续保险表，所以续保险会降一点嘛。所以你看当初伊开偌济钱去做迄对大量机。啊，这对大量机吼2楼悬，因去检验的结果发现吼，伊占60%的黄金，伊迄个金创线占60%的黄金。60%？对。啊，有影贵松松的。啊，40%是接近40%是银，啊一点点啊杂质。哦。所以是金银的合金。有影，安尼我听有，无怪啦，无怪吼，你做一面机啊，爱2间楼遐厝。对，而且吼，伊有一个俗语，怎变做北港人的俗语啊？台湾第一期车倒3间店。3间修正拢倒，是一直到第4间才完成。伫咧昭和2年的时阵哦，就是金仔大起，你本来咧买金仔会当买10地，剩买1地的钱。啊，所以变做吼，去到遐修正一开始甲接挡袂掉，怎倒？佮继续后一间嘛毋敢接，一直安数咧，到第4间才完成。这就是迄个蔡玉虎的见证彩旗，这是银线咯。哦，这种银线，因为吼当初黄金用伤济。所以日本人哦就开始限制，伫咧昭和4年5年就限制恁袂使用黄金嘛，就开始用银。啊，我这有一张吼，伊的名片，是这张吼是伊用台湾名的妹子。哦，伊台湾名伊写出来。啊，一张是伊日本名。青柳下的。青柳是伊的日本名。系日本名。日本姓啦。日本姓的。啊，伊毋是台湾人，伊想要去姓就日本姓。因为伊古早吼，伊是迄个日本的士绅啦，伊是咱台湾人，但是伊日本时代大士绅。啊，大士绅哦，其实爱甲日本人产生好的关系，所以伊才去学这个日本姓。是。以后官地去学校哦。哦，大仙人。嘿，啊，无伊日本时代就去用调查，日本人甲调查，伊有2500家。是。啊，所以足有钱的有钱啦，非常有钱的有钱人，所以伊变做讲。这个什么？日本人要求伊捐款，啊，伊嘛去改日本姓。但是伊对咱北港地方，咱这个地方的迄个贡献共款足大，所以共款捐一马现的这个寿旗。哦，所以金雅演迄个时阵的寿旗啦，吼，拢有伊来甲咱算讲伊捐助啦，伊来做制作，因为有影咧。内底吼，迄个成分拢遮尔贵松松，啊，若是无即个大财主来甲咱斗支持，是有影一般的人来讲是做袂起的吼。啊，咱嘛对这个古物内底去了解规个北港人的历史。啊，佮有一百，这嘛是金雅烟嘛。对。啊，金雅烟是有偌久的历史？
伊是青条含丰年间的顶头。哦，含丰年间。所以即摆很保存青条，甲日本时代初期的文物，佮有日本时代尾期的文物，佮有战后初期的文物，佮有战后尾期的文物。是。所以每一个时代文物拢有保存着。这应该是节目第一届出现迄个有文化资产的古文。是。这件是有文化资产的古文。这有影是真珍贵吼。较早时大人甲阮讲吼，这支非常的久。讲叫阮来小心珍惜，但是坦白讲，伊讲久是偌久，咱真唔知影。所以到尾啊，要希望了解这支椅仔底偌久，咱要去了解。咱对内底几个字，北港街，甲这个做蓬莱阁，蓬莱阁，甲软火泉，这几个字尔啦吼。咱会当知影讲北港街吼，就是日本时代的称呼啊。一直甲去做这个。调查研究去共访问的时阵，才开始发现讲有一张老相片，伫咧倒手边的左上角。伫遮，这看起来是一个松树。对。你看伊拢穿日本衫的。有影咧，拢穿日本衫吼。咱就去了解讲，这位先生到底当时过身呢？尾来去甲现身祭拜。有影。昭和13年。昭和13。所以这个机啊，伫咧昭和13年以前就出现啊。对，而且伊用真久啊啦，嘛毋是讲迄阵啊才开始咧用啊。而且吼，即马已经拢受到迄个冷气24小时的保护。日本时代就开始已经有咧吊丧文化，对先贤有咧尊敬吼，表示我这顶头伫清朝就有，才开始有人一直过身去啊。是啊。所以历史才会遮尔悠久。对这个古物摆当看到这顶头的历史，每一项小物件拢会当互咱了解先贤行的路，先贤经过的代志。咱对咱来讲嘛是知识的增加。拄仔讲到讲吼，迄个牛尾溜内底有唱迄个唱刀哈咧，这两支吼，这有做香港。香港，有一个别称叫鸟鼠仔尾，这就一支尔，鸟鼠仔尾。这嘛是重要的，一马hen吼，伊较早有一出戏吼，做倒档机倒档机，真强倒档机，秦叔宝吼，倒档机，伊也镶边，香港甲镶边的人方式就是共款。你要讲小人者，因为你通我讲者。我迄剑气。因为吼，其实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讲，较早。一马hen有拜托这个德语堂的先生来教这个香案，来教香案就是要当初要演迄出真强倒档机需要用的这个套路。所以伫咧阮师公过身的时阵哦，伊嘛特别一马hen拢爱去遐送。较早阮做囡仔就知影，是大人甲阮讲这个故事嘛，阮就去了解，就一直甲阮老爸乱讲我要学这块，我就是要学这块。所以讲伫咧立会安做时阵哦，我调工。表演这块，互大家去重温旧梦，讲较早吼馆头之间的关系，文馆甲武馆之间的友谊，甲每一个时代所留落来一个重要文化资产。这个叫塔马果，塔马果，塔马，就是咱咧较早咧生咸菜菜塔马对无？伊就是伊无要大面嘛，伊要携带方便嘛。我扎会当出去，我伤过大了，我拍就无好拍。是啊，所以就叫做塔马，你细细粒啊，你咧拍嘛好拍。这两种声无共款。咱讲伊这分阴阳啦。阴阳。阴阳面，阴阳毋是迄个双喜事的阴阳。这阴的声音就是较沉，较慢，伊的共鸣较好。这阳的声较强，较响。你拍较紧的时阵，伊的声袂固说伙，你就要拍这边。你若要拍紧，你拍这边吼，伊声就固说伙，你就听得袂清楚。所以这是古早人因咧做这乐器的时阵，伊本身就有讲究。这就是伊古吹文化的特色。过来咱讲这个骨啦，咱讲草啦，草就较大面嘛。草迄个草。草较大面嘛，这个叫骨啦，骨啦较细面。骨啦。我讲骨拍紧啦，骨啦嘛，咱是垫伫这个骨管顶了吼，安尼，爱咧拍伊是安尼，是安尼拍。因为你若要一个拍鼓，搁一个拍草，我当讲头拄仔咧讲要请鼓出来两个人，就排请咧，规个拍鼓，说拍草安尼，合做一项啊。这伊所代表物件拢是伫较早咱迄个时阵农业社会对神明的尊重。我为着要爱伊尊重，我搁无钱要开，我要搁量重，伊就有足侪款无共款的演化出。北港吹加伫什么所在较无共款？咱一般咧做的这茶吼，拢较
奶基茶、柠檬茶啦，啊，这是定茶吼，这是记手。嗯，较早咱咧，人讲九层啊样的，较定的茶。啊，阮较早咧做这是北港人家己做，伊举一支火批吼，一支火铁啊吼，啊烧红红啊，豆嘟，因为较早无迄遐尼长的蒸笼通用，所以就用一支铁啊安尼吼，啊豆一支茶熬加安尼，啊熬加了较开始磨这茶定伊的笔，对，啊笔要安怎？笔这个就歹咯，是啊，所以就用这糖甲空咧。哦，木怪生了较无共。对，所以人讲北港车空的。北港车是空的。嘿，逐支就空。啊，第一点嘛是讲伊这个车吼，伊就是有伊的特色是伊的车是定的。是。第二种北港人头壳歹歹，喷出来拢空的啦。哎，因为这定茶要喷就爱较出来嘛。是。较出来伊的声较无共款。北港人伊就用设这个车管专门来咧赢妈祖。是意思讲，阮的妈祖是特别的，因无要用一般的管位来喷。是。啊，喷王爷就用公管的。这是咱这边北港迄边桥江这一个特色啦。是。家己较无共款。若是妈祖出巡，其实咱这在地文武馆是毋是拢会去参与一寡一般人的生活的部分吼？毋是讲出顶头啊，其实生活的部分就讲这吊丧的部分，啊，个喜事的时阵嘛会嘛吼。对啊，主人生甲死啊！哦，出世到结束，其实拢会爱有，但是啊出世满月若好个人，其实嘛邀请这顶头去拜天啊，拜天公啊。哦啊，你娶某的时阵嘛是爱前一天拜天公啊，吼嘛是爱拜场啊吼。然后过来就是你过身的时阵嘛是爱拜场啊，对啊，吼啊嘛是爱甲你送啊，吼所以。对出生甲死拢甲顶头有关系，而且吼袂当小看咱人师哦。有影。连洪师吼捌落过日本的青龙，日本讲亲王看。是。当初日本青龙就是特别来看这个连洪师的人，所以日本时代报纸也特别刊出来。对。啊，过当吼，韩国朝鲜的最后一个王子，嘛来看人连洪师。所以其实吼，台湾的文化毋是讲咱爱看，连外国人也爱看。对啊，所以讲咱对咱家己的文化更较有自信啊，而且咱有真好的宝贝吼，一定要好好甲保守。今日嘛真感谢两位老师来到咱的现场来甲咱分享遮尔济，啊嘛问到咱大家一定要注重咱的台湾的文化，唔通互即个祖先传互咱的即个宝贵的物件吼，豆豆消失去哦。